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在上帝老爱审判所有生人老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我凭他的显现老他的主权，迫切劝化你，爱传福音，无论时机好坏，总爱传，爱用最大的耐心，老各样的教训来接批、警戒、老劝勉。时节未到，这时人会弃切虔诚的教训，顺自家的欲望，特所采去拜时，来满足他哋同样的义工。他哋会暗定义工唔通真理，反转偏向无样无质的传说。总系你，无论情况样办，你一定爱谨慎，也爱忍受苦难，做传统人应当做的工作，来尽上帝仆人的职务。关系我牺牲自家的时间到了，这下就是我离开人间的时节。看得打仗的比赛，我已经拼过了；应当走的路程，我已经走透了；应当守的信仰，我也已经遵守了。这下胜利的奖赏等等我，就公义施行审判的主，在耶稣再来的日，要将公义的面流输本我，唔但抢输本我，也要输本所有爱慕等候其显现的人。你要积极来我这位，因为地马贪爱现世，就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了。结勒斯去加拉太，提多去坦马太，只有路加同我共下。你要去寻马可，带其共下来，因为其会老我听书。我已经派推基鼓去以弗所，而来的时，要将我在铁罗亚的事留在加布屋下嘅两太后带来，同时要将这条书，特别是嘅基本羊皮嘅书件也共下带来。大同师傅亚历山太多方面开爱，就会照其所做嘅报应其，而自家也要提防其，因为其侵反对我哋所传嘅道理。我第一摆为自家偏负嘅事，无办法来帮助，大家全部离开我，愿上帝莫责罚其哋，唯有主在我身边支持我，给我力量，将真道传遍所有嘅外邦人，传到千完全，咁样我就对死嘅罪度得到拯救。主一天会救我脱离一切邪恶，接我安安全全到佢嘅天國去，願榮光歸本佢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請推我對百基拉、阿基拉兩公婆，留阿尼瑟弗一家人請安。伊拉都繼續喺在哥林多咧，鐵羅飛摩不平，我喊佢留在米利都。而愛盡量在入冬以前趕來，有布羅、布田、利努、五信徒、揭羅剔雅，然後其他所有嘅兄弟姊妹，全部對你請安。願主常在你嘅心內，願上帝賜恩典俾你哋。